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两单来，吼，即马工场安尼传来个传去哦，佮讲美药啊，甲迄天来啊。阿母啊，我讲了哦，咱甲孙中央讲哈。顺昌啊，你转来啊？食饭啊？食饭，顺昌。哎呦，你看啦，两个讲炒到迄个菜，敢袂食去？来，食饭。我来炒一个菜互你食。老师，今天甲我倒三个。孙中央，你毋是做无用的，今仔倒来食饭，你毋是讲哦，伫外口做阵人请伊食饭。我倒来食饭，你无欢喜是？无啦，孙中央，我拄仔讲的话哦，伊拢无听着哦，你毋通生气呢。美玉啊吼，甲天来啊吼，的代志哦，嘛是工厂咧传的啦。孙中，无啦，迄毋是咧讲你的意思啦，迄是人咧讲的啦。应该讲的你拢讲，无应该讲的你嘛拢已经讲啊。孙中央，莫生气啦，拄则讲的话吼，我也讲唔对，我收转来，我即摆吞落来，我拢甲吞落来，好。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讲就讲啊，我拢已经听到。我叫你准备迄个人，你准备好势未？等下你放心，价钱甲条件我拢甲伊讲好势啊。这案件还未送地检署的进前，关将武勇甲我报出来，有听？是。你会使走。范区的，多谢你的特别照顾啊，有会有期啊。啊，是要惊死人啊！啊，目睭瞪甲大，你有入啊？这无你的代志，你会当走啊？老警官，外口车真济啊，拢无生目睭啊。你若桥倒爱顺路，就较注意的。好啊，这无你的代志，无你啰嗦哦。我真无简单，搭上武雄也了着，是安那会用啊？尔简单就将伊交保？牛就是牛啦，牵到北京嘛是无救啊啦。阿母啊，真的，你看真的，我嘛食来，这多好，你拢伫咧哦。到时我的咖啡厅若开幕哦，大家拢爱斗阵来捧场哦。好啊。你哦。新开幕8个优待。哎呦，波动啊！你生了才搞恁爽，安尼全工送这个优待券来互阮哦。应该啦，到时恁若来，我嘛是同款爱分互恁啊。咱拢是家己人对无？我亲身送过来，就敢若亲像来邀请恁共款啊。来就送，只要个拿钱，摕这有啥路的？阿母，来，哎呦，老师，容易啊，摕得去啦。
到时你若来哦，我免去招待你啦。啊，来这套，既然安尼，我更加唔免摕这，对不？哟，老是啊，哈啊你要叫人免费招待，人伊即马是咧做生意呢，啊大家若拢像你去食免钱的生意，要安怎做啊？啊，老师的算然是家己兄弟，请伊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老师的。无同啊，你即马咧乖乖咧做生意吼，恁阿爸一定上欢喜。是啊，我一定要好好拍拼，做阮阿爸看，啊，搁有，互我心所爱的人看。等你看要创啊？你好歹甲我什么关系？你哟，我听到安尼咧讲话啦。春晓的代志，我甲要找你算数的。啊，春晓的代志早就过遐久啊，啊，你还搁记条条。伊是我上好朋友，我当然记条条呢。我拄甲你倒反，我早就拢放我袂记你啊！你看，我即摆毋是重新咧做人啊，认真拍拼咧做生意啊。哎，不同啊！我听人讲，即马做的生意吼是无遐好做哦。不但吼人缘爱好啊，外口爱看，而且佫有真侪应酬，敢毋是？安啦，在公关方面哦，我会足特别注意的啦。啊，佫有外头的人面我嘛足看啊。啊，准说讲有啥物代志，那顺像安尼做警察对无？拢嘛加减爱小照顾啊。我做我的警察，你开你的店，我会甲你照顾啥？我知啦，报道你一定是开了乌的咖啡店，所以要来拜托阮顺昌兄对无？老师的，啊你莫白讲啦。我是咧开迄落电话光光的咖啡厅，毋是咧暗的啦。哦，那安尼上介好啊，安尼是安尼一定爱我甲你照顾。只要若做咧正，是安尼一定爱靠别人。我想讲，咱加减也有亲情关系，大家甲咱兄弟仔咧啦，啊，互相照顾嘛是应该的啊。我甲你警告，你上好是莫当咧外口后面讲，讲我伫咧照顾你的店。啊，若无，我第一个绝对无放你煞。啊，唔照顾就准愈煞，你若着讲甲恁歹听，我也无咧稀罕啦。你上好是安分做生意，啊，若无，我共我甲你处地。你，哎呦，宝同来来，我叫你讲一句啊，恁两个哪会要安尼冤家啦？顺昌兄，你哪才生气啦？报道，我毋是你什么兄弟哦，你上好是莫利用我。是啥物人甲你算是兄弟？这人无咧识亏啦。宝同，宝同，顺昌兄，顺昌兄，这两个囡仔哪会安尼啊？细汉斗阵耍得好好，大汉来见着面就咧冤家。顺昌兄，你工作上若有啥物委屈，你着讲出来。你拄则对宝同啊这尔啊歹，妈妈足烦恼的呢。无啥物，我只是看伊袂顺眼。莫安尼啦，大家自细汉感情这么好，是安怎大汉的时阵，拢无共款啊？人拢是会改变的，就亲像我的工作共款，毋管我是有改抑是无改，我共款拢爱去接受啊。假使讲，你工作上若真是互你压力这么大，无赶紧莫做好。你哪会叫我莫做？做警察是我自细汉的志愿，你也毋是无了解。你哪会硬我叫我放弃？你根本就无了解我。你遐尼大声要创啊？你有啥物委屈？敢若早对金大讲，你感觉好奇我了解你心？自细汉咱两个斗阵到大汉，我的个性，我的想法，你感觉无了解是？是咱两个观念，哪会差尔啊多？我叫你莫做警察，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着我好，你就莫管我。金大会当管你心？你提起警察要创，你也是为着报道的代志来伫咧接庇我。你本人对人就靠对阮啊！难道你去接受报道啊？你。你变了，你变了，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顺昌兄。自细啊，我就较介意你。你刚刚无了解我对你的感情时，你对别人这么体贴，你对我要求这么多。我每做一项代志，我每一摆我拢想着你，我拢想着你讲你有需要无？杨姑你，你是安怎对待我？你敢捌关心过我？
你敢知我需要啥？我真是唔知影我伫你心目中到底有偌济分量，有偌济地位。我爱你爱到心肝头足艰苦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是咱错误，是天缘道，用心计较也为前程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安怎啦？搁较顺畅冤家是？你敢若哭，我要哪会知啦？来，你甲我讲，到底是安怎哈？是安怎？是安怎细汉的时阵，大家感情这尔好，拄汉拢无共款啊！孙中爷，伊也无亲像以前安尼，这么疼我，这么惜我。伊哦，啊你自细汉甲顺昌斗阵大汉，伊的个性你还阁无了解哦。你若感觉讲伊最近无关心你哦，一定是伊的工作做无用呀。顺昌就是安尼，啥物代志都放在心肝内，代志也毋肯讲出来。也毋过后尾知影，伊是真正伫爱。伊若爱我，伊会甲我讲，伊会甲我表示啊。伊无讲我要哪会知？伊对别人这么好，对我特别要求，连伊嫌我重，连伊嫌我瘦，又搁讲我袂体谅别人，搁讲我毋捌真情世事，毋捌代志。伊到底爱我安怎？伊才会帮你啊！顺昌，就是甲你当做最亲的人，毋才会用伊家己的标准来要求你。毋是，我感觉我咱的感情愈来愈疏远。伊互我一点安全感都无，我是要安怎？妈，我是要安怎？我真是足介意。爱情，我就是只要恁两个人互相有喜爱，互相有信心，安尼你就袂烦恼烦心吼。可是讲人莫大汉，啥要我感觉无爱大汉，我感觉要像细汉安尼，永远细汉无爱大汉，大汉足艰苦的妈。嘿，彩花啊，你看我穿安尼好无？啊，真好看。水吼，安尼看起来你少年咧十岁哦。哎呦，黑白讲，等好来去啊！啊，这吼开业时辰都爱看好准时，你知无？你去看文才好袂？叫较紧。哎，小等下啦，妈，今明仔莫互我发气。啊，伊安尼是要咱种菜啦？哎呦，他也毋是要叫你阿爸剪啊，是要互阿嬷剪的呢。啊，毋过人的贵宾足济啊，啊伊安尼带咧，歹看啦。无同啊，你太安尼讲啦，哈，你无敢听人伫咧讲哦。人讲哦，狗无嫌主人斗善，哈，囝无嫌老爸安尼歹啦。啊，今日恁老爸吼会变成安尼，拢嘛是你造成的。啊，你颠倒来嫌恁老爸，你真无款呢。就是安尼，而且吼，这间店吼，你阿爸嘛有甲你投资咧呢，啊，若无你若开会成。哦，是伫咧讲我啥？无啦，大家拢做好咧等你啦。嘿啦。好了，行。我懂。啊，即摆开始，你就是这个店的头家，你着做生意。啊，做生意你着好好啊经营。啊，我希望你从此以后，才是变像样，好好啊好起来。啊，我知啦。好啊，啦，莫搁讲啊。嘿，时辰毋通过了，来，时辰看好，咱就爱准时到，行来。好。朋友，哎，报
者，小等者，我吼来去放一下炮的吼。好，这个，好，你讲。好来，来，一、两、三，比我大张嘅来咧，哈，小弟啊，来，你倒上，交到家里。比我大张嘅哦，我报道。这条街是属于阮党的，啊，你要开店，应该嘛来拍一个招呼咧，啊，你话开就开哦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是无啥物啦，像你开店做生意，我嘛是要你大汉钱啊。也毋过恐惊一寡不良的少年来甲你乱点，对你嘛真好，你讲对毋对？所以按照规矩来，阮一个每个月吼来甲你收淡薄仔所以你嘛较平安啊。哇，听你口气，敢若是要威胁我呢？要恐吓我呢？想要收保护费，你是凭啥？啊，你嘛真好打呢，你无探听看卖哩？阮咧共人收钱，毋捌人收袂啦。是安怎才会互你？敢若看起来你真不落的款呢？我看咱唔互你啦，有本事你才来客，你来欠拍你！我甲你拼一记！我看唔正常。我是咱错误。是天怨妒，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哪一下去得罪着遐个佚佗囡仔，啊以后咱是要安怎啦？我才无咧惊伊呢，我就是看咱无爱互保护费啦，看伊到尾对我安怎。安怎？会听晓？袂啦，这个囡仔，看伊啊平常时安尼放荡甲安尼，佫不务正业，啊，这回啊做生意佫真有原则，袂讲啊接受遐个佚佗囡仔的恐吓。啊，那这点你有学着我？迄当然的啊，我无一点仔生理，我哪是恁囝？我嘛有讲过，我袂搁遮你生气啊，阿爸，我一定要做好囝。好，哎呦，这个囡仔哦，你要学恁阿爸的所在要多咧咯。还是讲哦，以后吼，遐佚佗囡仔若搁来闹的时阵，啊，咱是要哪甲因应付？啊，总是袂用安尼日日甲毋着甲因安尼拍来拍去啊。哎，这简单啊，找顺昌啊，伊是警察，伊能甲保同个斗相共嘛。免啊，要找伊斗相共，啊，毋敢若车几个客有单。是安怎？伊哪毋斗相共？啊？无啦，啊都保同迄天去阮兜吼，甲顺昌两个人冤家啦。啊，这少年人吼，难免意见袂合，顺昌袂啦，袂安尼啦。啊，两个哪会咧冤家啦？啊，算起来顺昌甲保同敢若兄弟啊共款，你等于着甲顺昌啊小教是一个毋通安尼。会啦，我才甲伊讲。对啊，算起来大家拢是亲情嘛，对无？上好叫顺昌吼派两个警察来咖啡厅安尼甲徛咧，遐个佚佗囡仔都毋敢来乱闹啊啦。我等下再甲伊讲看卖啦。妈，我回来啊。妈，顺昌啊，会忝袂？要食绿豆汤无？我来开一碗互你。妈，免啦，你今日无用规工，一定真辛苦的。我若要食，我等下来添料。啊，佫有代志要做，无我来替你用。免啦，你遮济啦。你哦，安尼自细汉哦，啥物代志都替别人设想啦。你啊，顺昌啊，啊，迄普通的店吼，敢若讲迄有一个囡仔要去甲伊收保护费呢。有即种代志，那呢以后我就爱加强巡逻，免你遐个佚佗囡仔搁遐找麻烦。毋过阿嬷的意思吼，是讲看我著派一个警员去因店的甲伊徛，安尼比较较安全啦。
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台湾勤务遐尼啊无用，人手又搁无够，哪有可能为着保障一个人，搁特别派专人去甲伊保护咧？我是讲，遐囡仔若过来要安怎呢？用个叫伊随时敲电话给阮啊，阮随时就用个赶到位。那安尼真好。顺昌啊，我本来是咧烦恼讲哦，你甲宝堂冤家啦，啊你会无插宝堂的代志。妈，我也毋是遐尼啊毋捌代志的人，讲完讲，输完输，伊若遇着麻烦，我伫咧职务上共款来替伊处理啊。你若是会当公私分明吼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这拢是妈你教我的啊！你叫我做代志，一定爱对事，袂用对人。你叫宝堂放心啦，我袂因为甲伊冤家，就无爱去甲伊斗相共。好好，安尼我对好家都有一个交代啊。哎，我来煮汤，我去来看看妈，我来用就好啊。免啦，你遮坐啦，我来创啦。妈，啊美玉转来未？美玉哦，哎呦，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这几工心情足歹呢。啊，若转来就安尼闷闷不乐，关喺房间内底。顺昌啊，美玉较有得甲我开讲，伊的心思我是较知影啦。恁两个人自细汉就斗阵大汉，你应该了解伊对你的感情。若是有机会，你应该向伊表达你的感情啊。其实我对伊的感情，伊应该嘛真了解，嘛无啥物通讲。啊，你若无讲出来，伊就安尼家己想家己讲，安尼会产生误会呢。其实我嘛真担心，我嘛无希望美玉过了无欢喜啊。也毋过，伊定定表现敢若囡仔共款，我是也感觉伊无法度信任做警察的太太。袂啦，美玉真巧，伊应该知影讲伊咧选择啥物。伊遐尔爱你，伊讲伊绝对袂去介意宝堂，而且伊个心田内吼，只是伊的同事利益啦。这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美玉伊嘛时常伫咧误会我甲金段啊。顺昌啊，啊我问你，你着爱老实甲我讲哦，你是毋是介意迄个沈小姐？无啊，我真欣赏伊，伊是一个真有主见的查某囡仔。也毋过，阮只是好朋友，并毋是像恁所想的迄款男女朋友啊。安尼就好啦。是讲，若是有机会吼，你应该甲伊表明你甲美玉的关系。妈，人也无讲伊介意我，我本来好意思开嘴去甲因讲这件代志啦。对啦对啦，你安尼讲也是有理啦。啊，毋过我还是希望讲吼。